后来镜头锁登来台湾，来看高雄真定的瑞北夜市，已经有40年的历史了。因为长期占用道路，市政府决定要甲拆掉。昨暝是最后一暝，真侪市民拢是最后一届来遮踅夜市，所以昨暝啊，这个夜市也是强滚人客人，民众是真唔甘哦。讲这个所在有因囡仔时代的回忆。 啊，摊商嘛熬甜来感叹，讲当无得做生意咯，唔知未来的日子要安怎过。伫高雄瑞北夜市啊，头家有够无闲，人是有够济，生意比平时搁较好，因为这是最后一暝。经过40年，瑞北夜市啊要行入历史啊。可惜啊，因为这是一个传统嘛。可惜啊，他就不要我们摆了，怎么办？逐日拜三到拜六，规百担会来遮做生意。几十年来占用道路，市政府伫8年前订定通函临时集中场的管理驻地调任，经过2摆延期，昨昏是最后营业日。若继续搁做生意，警方就会来开单。第一，我们没有工作啊；第二，我们的家要怎么办？ 我都搁伫遮做生意啊，烦恼我后摆生活唔知要安怎，因为几年来遮摆摊阻碍交通，制造脏乱，在地人嘛有话要讲。我4点半起来运动，这东西得他妈清洗了。没有公厕，来这边逛夜市的人都随地大小便。大部分的在地人拢无希望讲伊继续摆路边摊，只能伫市政府辅导下迁到别个所在做生意。如果有业者愿意到凯旋青年夜市去营生。 来做摆摊做生意，那我们来做一个协助。摊商认为讲，若是去市政府规划夜市啊，无人安尼煞去遐嘛无法度生存，表情拢是真无奈。无这个瑞北夜市啊，因唔知讲要去倒位讨摊。